如果你遇到一個人突然間有一種一見鍾情嘅感覺，又或者你覺得好似同佢識咗好耐咁，先唔好急住認定呢一個就係所謂嘅命中注定。喺命理學上面咧，有一種專有名詞叫做宿緣啊。宿緣代表咧，你同對方前嗰幾世入面咧，曾經有一段嘅姻緣啦，又或者有過一段嘅關係啦，可能以前亦都係師徒關係啊，或者屋企人啊，甚至乎係你嘅情人。但係就要注意啦，呢一段關係咧，唔係話出現咗就一定係好事，因為好多時呢一啲嘅宿緣咧，翻嚟揾你嗰陣咧，佢唔一定係報恩㗎，隨時係業緣。好多時佢哋都會帶住一啲咧係未解之緣啊，而呢一啲未解之緣咧，就係你哋今世嘅課題啦。你哋嘅感情有可能會好到不得了，又或者有可能亦都會差到一個點。所以下次咧，如果再遇到呢一啲嘅關係咧，千祈唔好急住認定呢一個就係命中注定啦。不如你問下你自己，你今次你係想重複宿命，定係改寫你嘅劇本？